不同嘅城市比賽，包括有3次係連續2日比賽，所以波達教練選擇今日咧收埋奧尼爾。呢球波有冇發？單中斯咧多啲外圍嘅起手投射㗎，咁但係頭先個波咧就咁佢好嘢啦，咁但係前面亦都係完全係冇晒壓力嘅。哇，交得靚啊！呢一球波仲搏埋快，揾到空間咧，撳個地波俾阿史杜達米亞。反而我即係覺得頭呢5-6分鐘啦，鳳凰城咧真係慢慢嚟喎，開頭1波，跟住2波、3波，而家就推佢上個4波，即係慢慢啊，即係將佢哋嗰個 energy 慢慢推翻上嚟。我覺得即係暫時嚟講咧，開局啦。鳳凰城咧嗰個進度係唔錯嘅，係留意下就係咧，佢哋係換咗呢個艾文臣入嚟之後咧，我先至覺得嗰隊波字裏行間咧，其實對於佢哋而家個系統咧，都仍然係有啲唔係即係太過信任住嘅。睇翻見到吉納希企咗喺度等你嘅。嗱，睇翻啦，剛才啦弱邊啦，咁啊大家注意力咧擺咗喺強邊，但係弱邊啦，咁啊史杜達米亞會好早犯規嘅，但係原來今日佢哋臨場先知道歐尼爾唔打，史杜達米亞分波過嚟俾 Grant Hill 踩埋籃底攞板 ，yes， 好嘢控制得，即係佢身體嘅平衡你見到啦。你話同有冇中國城市嚟比較咧，我諗係同昆明差唔多，比昆明咧就即係仲要低得1000尺左右嘅，但係都係一個高原城市嚟嘅。打翻佢嚟弱邊 ，Matt Barnes 3分球啱啱換入嚟。Clayson 卡里莎咧搶翻籃板今次，哎呀哇！連續2個咧就係交成，真係下過一番苦功啊！4唔緊要啊！咁我哋而家見到第2節嚟到啦，巴布沙入嚟咁啊打控衞啊！好啦，咁啊史杜達米亞拉開邊啦，對住安達臣，所以安達臣有呢個波啦，哎呀，竟然搏埋個 N 陣咧係犯規，第一個過犯，拉向一邊咧打 ISO， 咁啊 one on one 都係過佢。基斯安達臣咧其實話咧，咁啊呢個 matchup 史杜達米亞應該如果史杜達米亞今次又包埋去啦，因為冇乜角度嘅情況之下又俾佢入到，唔係好專心打波。真係未瞓醒咁樣。嗱，卡利沙，咪前面都得你啦，看住佢。史杜達米亞，呢個以前防守咧，俾佢拉鬧到個波啊！竟然今日咧，佢哋只係得6個助攻嘅啫。呢個拆里屋，盧比士搞掂。哇！可能咧就係有一個參考嘅指標嚟嘅。即係講翻，即係鳳凰城嗰種交波嘅靈活性，我哇做咩事啦？突然之間咧跌晒鑊嘅。咁嗰啲冇波走位啦，咁啊根本咧就完全都睇唔到嘅下半場。嗱 hold 住個波咧，唔知想點啦，卒之要自己射入咗之後真係算啦。但係呢球佢喺16尺咗話，堅尼馬田咩事？呢2球波射上去咧，完全冇乜拋物線啊，直線咁懟上去嘅啫。哦，史杜達米亞輪到佢入樽。我覺得即係頭先堅尼馬田嗰下就係即係提咧，就係佢嗰個反應真係比較慢。咁啊呢個波咧幾明顯就係佢見到拿殊1 on 1對住比納斯喺外線，就要有個警覺性，就係話拿殊咧可能守唔住到第一道防線啦。佢自己諗住搏到犯規啦，冇事，個波落翻去 J.R. Smith 嘅手上。哇，4個打2個，哎呀，後邊俾人打荷包。呢邊咧 Grant Hill 準備入樽之後，領先 Steve Nash， 前面咧有尼利埋唔到去，希米，呢球波咧又一個太多失誤啦呢一度啊，安東尼卡特左下搏犯規，搶翻咁啊3%。OK。球證咧就冇吹罰，其實我哋睇翻慢鏡啦，就佢隻腳攝咗出嚟都幾明顯。呢個波咧守龍門啊，即係所有 pick 咧都係即刻要換位，咁啊唔俾太陽有機會啦入埋呢一個。好嘅，最後嘅戰。